警方城的弊案继续在调查，针对着台北市议员柯淑华这期，警方城的这个协议书是先等因仔才利用各项问题、各项规定嘛，拢写甲正定的问题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会配合检方来查明事实。因为台北市议会警方城案调查小组嘛，按算会伫咧今仔日做出结论的报告。 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涉嫌警花城案互羁押，检方已经3度提讯。不过警花城的证据直直壁，台北市议员柯淑华搁再提出质疑，协议书详细规定时限、规规拢真令，民代搁发现有稳准性起了才行合约的情形。 已经把容积奖励全部都拿了，也都盖完了，然后你事后再来履约，这不是放水吗？如果不履约就没收保证金，我已经赚了200多亿，没收这一点保证金也不算什么。金华城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阶段，我们会配合检方的侦办，那也希望尽快的理清事实，还原真相。 针对金华城拥挤案，台北市议会组成跨党派专案小组调查，早到按算做出结论来报告。 随后无排除要求市府研究司法起诉判决了后的相关应用。蒋万安也表示，起诉经过法院判决确定了后，就依法停工。我个人也会建议，就是市府必须要开始成立这个专案小组，尤其是法律层面的各种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，以及市府要应对的这个处理哦。我们做的是调查报告，那市府应该要开始因应做检讨报告。金华城案调查小组调集人尤淑桂表示，制度永远比检讨人较重要。调查报告并不是要针对个人，是希望随后的制度完善，而且法制化，也提供市府制度上的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